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哥劉浩明。我哋今日小姐係我哋嘅幕後嘅藏鏡人，都係我哋配音員。配音員喺日本有啲特別嘅名啊，叫做聲優，或係聲音嘅一啲演員嘅意思啦。我哋今日愛小姐嘅配音員咯，唔單止講法要清楚，講法大過夾，同時呢，要馬睇啲過短嘅時間地步變翻無窮樣嘅聲音。同時，客家配音員有個難啊！今日小姐我哋咧指令，係我哋過久以前嘅朋友啦，嚇！啊，做配音員嘛，做過久嘅。你從我講配音員嘛，都行一啲聲音地步嘅天堂同天佑嘅一啲角色，我哋馬上反映我哋指令啦，那先生指令好。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嘅女浦鄉嘅指令羅指令。請我指令吼，我都一開始講，我哋講配音員吼，我哋講以前嘅客委會嚇客家電視台，要推出一系列咧，我哋係聲音嚟看嘅卡通影片，但是全部係講客話嘅。嗰時幾時我哋發現講，我哋那位有按到位可以會講客話配音員，可是嚟配到位，我哋講卡通節目嘛吼。嗰時唔係幾時節當初，我想去做配音員嘅工作咯。哦，其實嘅下客家電視台有嘅客家話嘅卡通片吼，其實咱只有北部呢，我哋南部其實唔睇唔到。啊，因為有民眾提反映講，咁做嘛北部都充實，南部都唔充實呢？啊，客家電視台有睇到一個聲音呢哦，啊，貼配來到我哋南部嚟走靠，係記得嘅下客家人都從一個信息啦，哈，全部哈。送俾我哋所有南部嘅鄉親朋友，報名嘅時間呢，你盡下資料先送上去，睇下要冇人即刻先錄影，因為有一個短短嘅唱，我記得嘅下係我哋昂古嘅片呢，啊，因為有一細段特別會有咧一細段嘅台詞，你照嘅台詞嚟念，啊念完以後，你即刻拍影片都傳上去，好像係啲咧劇團。到天夜階段的時間就去到我哋時事客家文物館，係去到嗰邊，一路開始分組以後呢，一路拿一個劇本啦，一路照個劇本，都開始用客家話嚟念。我記得個場吼，佢當年哦8個人去考呢，先生吼，我記得有阿炳哥先生，鍾正平先生，邱坤玉校長。還有個宋江林先生，三位先生都做我哋嘅評審，一路睇我哋聲音啦，睇人發音啦，最後江林先生又還會再加考一個，因為配音員唔單止能講話，還會有喜怒哀樂，各種嘅情緒嘅聲音嘅表現，用一句話一句台詞，4種聲音，4種情緒，同樣的說出來，就用。同一句話，我記得講那一句台詞叫做“來哦來買本哦”，喜怒哀樂4種聲音表情都講這個詞。剛剛都見面都算我哋攰到我哋當初嚟考試嘅人，因為我都想講，那幾番因為講4種心情嚟啦，你來哦來買電係咪？還是買菜？買電好啦。好，剛剛我哋馬上嚟考我哋呢個指令嚟講，當初嘅考試嘅時候，來哦來買電哦，4種心情讓我講來，開始啦，聽咧，去。來哦，來買本哦！哎呦，佢有個上，佢仲有教模樣嘅，來聽嘢，佢傾嘅樣嘅。來買本。一時一邊已經買咩啦？佢傾啊！好，佢可憐啦。來買本啊！你嗰種人賣火柴的小女孩有沒有？賣燈的小女孩，該快樂嘅部分。來買本啊！好，好，一刀切啊！佢幾時先能當作看到有乜事？可是英國係講，人都會先考試以後會有訓練嘛？還是講考試以後馬上都派工作嘛？冇，我訓練啊！但是你考試很難呢。其實你平常時做乜？我有先講到講，我做乜我要考配音員一件事情啊？因為我深夜晚些時間我講好推廣故事，按講故事冇可能講用一個聲音推廣故事嘛？我即個會去配下一個角色，寫來有一種寫來聲音，寫乜聲音嚟講，即個講下嚟做一種事情，嗰種看到個配音員去考一個時間，我想講，就此個的事啦。
啊，平常如果好高压嘅嗓音呐，故说喜怒哀乐对我来讲，其实唔係個難嘅事情。我有寫那種寫乜嘢一個插片，我感覺到我們從從之前講，像我姐姐喺講故事比較聲音嘅堂嗰時，然後冇講啊，一下變成寫那嘅聲音，一下變成雄嘅聲音，啊，懦夫嘅聲音。可是寫那嘅講法都過白寫，如果我能講過死板嘅聲音，咁嗰時一考試嘅時候，可能啊，冇講唔出個四種聲音出來啊。冇聽錯呢，其實寫咧，你總就像你總有喜怒哀樂吧。但是我感覺到佢表現嘅形態吼，無像表現得能夠按到位，按有味道啲嘛，係啊。嗰個片人係睇邊個睇講睇後輩嘅演員，對不對？演員，那只是演員係睇講條前面係做表情的變化，我哋係做聲音的變化。那一個呢，其實同樣我哋嘛係用我哋表情來刺激我哋的聲音。不說係講快樂的心情的時節，你的嘴角是上揚的，生氣的時候嘴角是下揚的，其實也是用你要面部的個表情來牽動你的聲音的。不是，其實個人，其實個考試過以後，你這個記得講，差不多，我哋講一多年必線上啊。我哋第一擺，因為我考2擺，我第一擺102年的時間係卡通片呢，在105年的時間係喜劇片，卡通片呢，佢嚇嗰陣有20人嘅人咯，錄起以後。像特別咧，嘛係我哋咧編人嘅前輩，我哋咧楊明剛老師、楊明光先生來同我哋上課。伊上課嘅時間，伊會先同我哋自我介紹，問自家講自家名嘅自我紹介一下，就會聽人發言，睇做編人嘅時間，當然我哋客家話發言嗰個標準，因為也係本身人哋談嘅來不如學習語言嘅一種嘅方式。嗰時候嘅發言我聽錯一聽標準，然後再過來就會聲音的變化，再來就會情緒音的表達。因為一般啊，我感覺到講啊，其實個咁好奇都講，因為幾多，譬如我哋廣播電視來說哈，我哋廣播電視直播嘅話，其實有平常嘅時間都有人專門嚟訓練得好高，嚟訓練，尤其係講發言嘅部分。但是你可能完全訓練過到出隻考試。好，嗰啲講嘅當然以前係咪本來像這個有一啲本來如果有興趣，嚇，睇條聲音嚟講故事書嘅時候，本來如果做呢，我哋講做無同樣嘅變化發用。但是對一般人來講，可能嗰種人嘅意味講係咪先考試考驗佢能訓練咧，冇想到體管嘅考試都咁難。我想嚇應該係。個級別啦，你知嘛？就冇辦法，有啲訓練班哈，長時間都很疲倦啦。第二個有華語訓練班，客家話是真冇。當然冇啊，係啊，幾時人都一般人1年，一般人5年，一般人1年的時間，我哋咧客家話認真同馬上開始當上路嘅呢。其實佢有嗰種人都講，我冇講客家佬話，都話認真咯。但有啲人客家話講嘅，我哋講話話拗，其實係覺得這個講係正確嘅，其實唔係標準嚴啦嚇。但是係啦，你看幾時間當開始嘅時間都有讓我哋咧批音班嘅嘛。但是你頭先講我批音嘅客家啊講個幾爭哦。不過幾時間你批音係有開始在學讓我講爭嘅客家嘛？其實喺訓練過程地步，經常會聽人發言，有一段拗過來啦嗬。但係就會希望自家平常時嘅時間，自家要注意自家發言啦。我哋講嘢咧，我哋其實有啲批人嗬，喺訓練過程地步，經常冇聽到有一隻音，因為我哋喺訓練時間，我哋咩嘟好有嘟到嘅音。喺一到批音班去正式批音的時間，看到個台詞，一路以來一，跟我哋有鼻音的呢，音發唔出來，一路講呢，係，安樣拗都拗唔準。其實這係細堂嘅，學客話時間，可能幾時幾音都冇比伊拗準來，嗰時都變啥？有可能講照真係咧，照真係咧。聽其實都因為講。反正我聽嘅事都好係點樣嚟講下嘅，我哋要咩課一嘅示範咧，都冇注意在拗準嚟啊！
但係已經是愛行一條路的時間，就即個愛，伊即個唔啲講伊講唔錯。係啊，因為伊談到可能附近的人，如安尼講安尼嚴啦，譬如講，像我有認識的個客人哦，伊客人喺合作我買客人哦，伊其他人路算發得過好，伊個頭拿頭伊發唔出來。哦，伊亂咁調，你講你好容易下，伊講唔係嘢客人，但是伊係個頭路講唔出來，伊都講調。係，佢比如講，萬些時其實講調嘅時間，蠻容易去搞伊講，哦，佢唔係安尼樣喎，係，但是喺度伊睇嘅時間，再重新去學也要驗嘅時候，可能都學唔到。因為新買一個古天咧，錯。但是我們個訓練以後，你真實的開始去感應啊，嚟講真實的批驗嘅時間，係馬上落去工作話，還是有中間話有寫一啲新嘅嗰種。可能講先機啊，冇得嗰種先嘅人才。就我哋其實客家電視台幫我哋一整年嘅時間，嚇一整年有4個禮拜，拜六禮拜也2日就會去書卷，最尾2禮拜我哋會入到錄音室，嚇先生會幫我哋看片呢，因為片會對嘴很重要。佢鏡頭底部嘅人做100塊嘅聲音都聽得出來，一個一閉上，連聲音都唔可以出來嘅。或者對嘴也是一個要訓練的一個項目，非常重要的項目。所以後面頭都會講，做片人做講八個夾，因為我哋配合，因為鏡頭底部去做，有啲布偶同一個夾個，因為卡通片有啲係用布偶劇，所以布偶吼同一個夾嘅時間，我哋可以聽得到嘢嘅最前。可是，就比如講，你記得講，比如我而家做100都開始要聲音出來嘛，哈，然後又做1下唔嘅聲音都一調。咁像你即個看到嘅台詞嘅時間，你睇下都可以做到，而家俾我哋講看唔到，感覺唔到。台詞係台詞，我哋行一開而家再同一格，我哋愛來即個來修改我哋嘅台詞。哦。可是唔係嘅台詞，可能會改長嘅台詞，但是而家白咗時可能那2秒。可是你即個我話依改嘅台詞都錯嘅。其實配合嘅嘢也在去。可是平常你對看到啲卡通影片，冇得看到啲戲劇嘅時間，叫做講客話批案後，其實喺後背花嗰度功夫哦。休息一下，我哋埋嗰度講前山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女僕嘅志玲，同你講，而家呢樣嘅行業批驗嘅工作，像頭先你講到一般講，我哋開始要訓練係咧係，如有啲人都可以去到我哋咧，真係要批驗嘅工作啦，嗬。但而家批驗嘅時間，都要講到講，嗰種有我哋，比如講我哋卡通片咧，同戲劇嘅冇共樣係咪？一兩個地方哪冇共樣啊？剛頭先我咪講，對嘴個重要，卡通片做個夾，同講戲劇做有個夾個，因為平常時講話本來都講個夾嘅呀，係冇可能將人家朗讀啊、演講啊，哎呀媽嘅語數一道冇，嗰個平常在訓練嘅時間，你即個都獎勵先生就講係幾番，因為我哋有啲先生嘛係送獎勵先生嘛又講我哋講平常時即個要訓練看電視。好，看電視上映關係，唔看嘅台詞，再開始聽到音。上映關係，好，再聽到音。係。聽到也要字幕聽音啦，錯，係。嘅戲劇地方人最冇同嘅，你就會點佢哋。係，即個想辦法，第一訓練人家速度，第二訓練人家嘅反應嘅能力。係。佢像頭講嘅樣，即個睇到佢有訓練過冇？有啊。咁然後生意你看到有冇個問題嗎？有啊。你媽媽一訓練過來，你有冇看到電視的金剛發呢？在上一關。喂啊，有一段講，媽媽你什麼時候可以變正常？因為我也聽好好嘅蠟筆小新的生意。係，不過你生意過去，你是講生意韓國細嘅時間，我哋會按你推高，按你的關係啦。因為頭先你講嗬，我一直感覺到講卡通片同嘅戲劇嘅批驗冇共嘅地方，因為
卡通片啦吼，因为我哋追看上来都追乱的叭啦。但是戏剧嘅时，因为我哋讲係法语嘛，法语嘅时变成讲而家追形，要同我哋嘅思形，其實變成講客家追形嘅部分，係咪嘛一啲共樣咯？啊錯，嗰個愛改啊，愛改嘅嘢啊，係啊愛識拍。俺哋呢，愛識拍嘅追啊，俺哋講出來花，同人追形去錯，係嗰個，迄加上講，一般啦，在片一般的地位，我以為咧兩班會做一個事情。佢從幾時間拿到台詞同真係看到樣片開始 P 嘅時間，中間有練習嘅時間冇？其實也會啦，係，比如講，我哋會先同嘅兩班講，咁今日要請來 P 嘅係乜嘅角色？我哋先看了以後，大部分的人 P 人嗬，就會看人，然後比如講什麼嘅，你就用什麼嘅聲音嘛嗬，本來我哋都係什麼呀，但係人又太可啊，又醜啊，嗰種都用即個想講，太可嘅人就要佢混好意思，知道嗎？我都想講，泰國人嘅聲音咯，我都想講，我們講泰國人嘅聲音有邊啦？就會安尼，我哋普通嘅英雄有身材的歧視，你都以為泰國人聲音話個妖啊？唔係啦，睇係泰國嘅嘢，泰國人都有英雄係安尼啦。超人講法都個講係咪？係，超人講法都係個講意思。哇！聲音太那人講身材嘅，人講個有福相同人，個超起來，咁我聲音個大部分只係話講泰國嘅聲音個大。也係線上講嘅呢，就像講，你唔到一個角色咧嘅性格嘅時間，你就用目測誒，就用看下體現點喎，再來真是你唔到，比如講，我哋講鬼魂啊，鬼魂都在說，都會要求兩班講鋼琴，幫我哋談原因，因為有條係外國翻譯過來嘅片嚟嘛，因為仲有人批過嘛，講我哋真正諗唔到而家角色也性格，我哋都因為又學講到貴嘅啦，嚇，貴唔單止講係外國嘅同東方冇同樣，因為外國嘅貴嘅佢。泰國都冇得講法啦，咱東方嘅貴嗰度咗一些嗬，神以前冇講貴夾貴度講啊，總冇有神嘛東西嗬，尤其喺日本嘅啦嗬，佢發貴度係，講係兩個都想講做到神冇咯。貴嘅地方咯，泰國嘅貴同韓國嘅貴、日本嘅貴，各先冇到同樣。係嘅韓國的貴，日本的咩？應該話日本的貴都發貴多啦。韓國的貴呢，都話你其實冇多講法，但是泰國的貴都怎麼喊得講那種？我是說唔能去批音嘅時間，貴唔能用嚟批咯。我哋講批音嗬，唔單唱講法，我哋連情緒音都會批下去。哦，好似嗰種唔感恩嘅嗰種感覺，嗰種全部都感恩出嘅。對上頭我哋跳一下，嗰種嘅。那個也要配出來哦。這種對太過癮，慢慢的變晒。這種東西嗎？你聽得出來聲音咧？嗰種差唔多已經到第三了喂。係啊，唔本最清晰嘅那種掙扎救命的那個你都要配出來啊。所以其實聽唔帶唱功法哦，連個情緒你都會表現出來。你當初批人嘅時間係一定要批下以後。嗱，一定要批下，而家要全部嘅人，我另外批，還是講同時3、4人提強下批啊？冇啦，我哋睇南部，因為可能空間的關係，嗰時就一件賣股，就敲你的時間哦，比如講我那句有限啦，嚇，伊都給時間去，兩班我同佢講，今日要批到10，嚇，人家推遲一度。就可能可以盡量可以留一道戲，因為角色我哋其實都會我哋嗰時候配到單元劇，我哋都會這樣，像藍色小精靈不夠心呢，嗰種係2點鐘嘅時間，你都盡量批下來，人家通到個價格你就殺青了。哦，嗰時等於講，伊其實佢愛喺批以前。自然係批乜嘅角色，伊所有200字底角色，人家角色嘅台詞全部都出來嘅。嗰時嗰種唔知個通俗個夾嘅人，可能一下都60字，2點鐘60字全部批下，
下礼拜在2點鐘嘅時候，佢哋要220等於3個2點鐘都會結，4個2點鐘差唔多都結束。應該講，因為係用一部片來批啦，冇可能一下同時按到部片的。嗰種唔得按你算錢用算咯，係算一啲角色，還是講一些按嚟批？伊有算播放的嘅長度，係比如講係半點鐘嘅，也係講15分鐘嘅嗰種嘅劇情片哈。啊，再來就要看你係批主角，也係講批配角，因為主角伊講嘅花過多，啊伊出現嘅嘅時間嘛過多，按嘅批配角嘅話，都差唔多2、3星期伊咧上映嘛。對，就是你路人甲路人乙嘅做嘅啦，係。嗰種人按你嚟講嘅話。一啲人都負責一啲角色嚇，冇呢？冇哦。俺禮拜哈溜回來啊哈，阿兩班講，子玲姐，你現在還可以再幫我們再重來批哦，沒有一咧哈，你讓差不多1、2季嘅，唔可以重來身上重來批嘅。路人甲路人乙嘅。係，啊講，家重來角色有乜嘅慘哦？伊講。唔怕，因為人家角色睇下先冇出現，唔可以用人家本音，本音就係自家公版嘅聲音，但係講迄陣人家角色有搭在一起，就是剛好同一集出現的話，有所區隔的時候，我哋這個編發這個聲音咧。嗰種人拿到當初拿到台詞嘅時間，你看到嘅樣片，你等於你講，因為他人冇看下錄音嘛，可是等於講我哋喺天上看到嗰種，我哋講對話內容嘅時間，冇到抄詞嘅時間，其實幾多東西你都要想下，即個一想講，當初這個聲音用嚟抄係咪？錯啊，嗰個其實這個要做直播嘅演員，這個要用一個劇情直播，抄是咁樣嚟抄啊。因為人來講，子玲姐，你都拿出你老公抄詞的情景出來。反正我我從來冇從我老公抄詞過。咁講哈，做片人其實就像做演員咁樣，不管有多多一種嘅事情嘛，你自家可以揣摩，自家就要模仿，真是要長一條路嘅時間，真是可以多看，可以模仿。像有啲講，譬如講。角色的個性，好，所以就個性嘅話呢，譬如講，而係改減巧嘅人，好，譬如講，有啲想改減嘅人，其實講話方式應該冇同樣樣嗬。譬如講，有啲回應米嚟到上揚，你講咗米你幹嘛呢？其實你這個可以創作噶，冇一定要同佢原著共用啊。問題不能即個創作嘅一個空間與太咯。其實還要看兩版。迄兩版，應該講安尼吼，南西安橋安尼批好誒，安尼吼要送到北埔去，北埔還有2年枝頭絲，伊呢會先去讀，伊我是希望用安尼即個人講安尼一篇，屬於安尼一篇咧嘅巴西來講，嗰所一個空間吼，其實係自由發揮嘅啦，吼冇差別樣就好嘅啦。嗰所我發現到講片人的眼神實在是幾神奇哦，因為伊從來愛講同片人形容嘅講法嘅。喺台節目我哋咧指令，我同人哋示範到講故嘢一樣嘅片言喎，地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係來自屏東內埔嘅子玲同人講，伊啲片演嘅時間，無強嘅角色，無強嘅心情。等下我哋想子玲同人片演，故意係乜嘅心情？好，來，子玲同人片演，故意能唔用個片啊？安尼哦，故意啊，我都示範一兩樣哦，我就是愛你麼？我感覺到，那你一講嗰種，我都已經有想到嘅，佢睇嗰種，人哋捉拿地方嚟搖來搖去，飄來飄去飄去，佢又夠快樂啊嘛，又夠快樂個攰啊，譬如講係點樣喺感覺到？你用點樣嚟快樂㗎？
安尼做的嘛，我有学懂嘛。哎呦，感觉都讲迄巫婆的感觉。有啦有啦，我最擅长的就会巫婆炖鬼眼对嘛。佢当，因为其实感觉到讲，从咱的头一发生的时间，都发现到讲，嗰种感情係幾爆嘅，嗰種角色的呈現係幾清楚嘅。像我哋平常時，像頭講，從聲音嚟講法，唔好講嗰種你講感情安爆，應該冇聲音有學到嘛。但是平常我怎樣嚟訓練嘛？我平常冇做人嚟訓練呢。對，你講已經變成講看到劇本以後，你即刻馬上攞入去個角色的一個訓練，一個過程啊，係咪？我可能2班有發現到我有一個天分啦，大部分的鬼的聲音都親我就做嘅，還有巫婆的聲音，也係講因為我哋每個角色都接本我哋時間，我哋會發現到有啲係適合我嘅，有啲唔適合我嘅，我哋就睇工作分配當中，大家人慢慢嚟去底下講，這個適合乜嘅啦。咁從這個來講嘅話，你這個是發現到講，你這個個適合用嘅角色啦。嗰時候就頭都唔講嘅呀，還有個八婆啊。因為嘅聲音個過啦，嗬，我哋個發拍嘅啲聲音。就有可能就反正我嘛我54啦，嗬，就多多符合自家年齡嘅嗰種意思上嘅買出啊，對你安尼說長道短嘅嗰種八婆嘅角色。巫婆樣嚟，你講嘛？安尼講好來吧，係咪講即個嘅個唔適合聲音嗰種個性個陰沉咧？好，係咪嗰種個性個大，聲音個大，係咪都個唔適合一片？其實我個唔適合嘅就係聲音的聲音咧，因為我哋更加冇辦法變做聲音的聲音咧。好，再來就是銀鈴般的笑聲。你也算是銀鈴般的笑聲啊。冇，這個冇談過嗰種卡通片哦，跟聲音那個時間，那是一連串的。那個其實所有的，我覺得對我這個來講，所有嘅情緒音底背，笑聲、泣聲係最快，我最冇辦法去掌控嘅。因為我哋像我有那個豪放啊，但係什麼也冇可能，就是小女孩冇可能拿到像阿桑安豪放嘅聲音，可能係這個聲音就已經都安尼。好多人同我講，佢其實都差唔多小學畢業到國中嘅時節的是少女時期的，對，你是哪歲？過單純哈，然後那個時節因為但是嘛過講你講保守一些，係咪呢過豪放的嗱？哦，係各種嘅話，我咪演片咯。有會有啊，因為我哋片版嘛有20歲生日的呀，19歲嘛有啊。嗰個2班伊會去拓人，伊會底下講，像我嚟片的人，伊會先留這個伊的 demo 帶，唔差唔多可以變化一多種的聲音，你就盡量去變化，本2班去彈。彈嘅以後，伊會拓角色，按適合我都會唱歌來。當然最重要，伊能彈聲音，入來的時間以後，看彈人嘅發音，還有對嘴的速度，因為有時候對嘴對不上的時候，嘛係一個太困擾。伊可能來真正係，因為我哋講一開始如果再白，如果發出聲音再合。聲音如果點，其實真係都變成人最基本的一個功力的啦。哦，要練啊，要真是要練啊。咁像這個以前的學畫畫時節，都等於講萬些畫畫都講乜鬼章咩？冇。冇。畫畫嘛係因為睇考行業人，就是做行業欣賞的時間，讓念過來學嘅。怎麼呢？他是把個故事呢同你講下好我可能因為我爸爸這個做欣賞啦，睇到卡大部分都用普通話嚟講。我都講方言。你都講方言，講關係嘅。其實我係連農人啦，但係我哋唔係讀本種嘅學校，我哋去到屏東市嘅學校。哦，總政國小，總政國中。另外國小，總政國中，嗰邊全部都講國語嘛。回來，阿爸其實都同人哋講國語，唔過阿妹還有阿公阿婆會講客話，但係冇幾環境能單純睇讀卡啦。佢當老輩都講國語啊，嗰時候我喺客家話其實未講過標準。可是後來那開始慢慢養過來嘅。最主要想要依靠我哋行業認真咩？行業資源2年，係，佢係最早民國
年考诶，嘿，啊，佮他就想讲，可以吃工程师呐，反正，嘛迄个条路嘛，嘿，佮他人结婚啊多吼，啊无条路啦，都想讲甲来吃工程师，嘿，啊对这边慢慢的在来学习，啊都会批1年的时间又在学到几多，嘿。可是等于讲，你这个开始学一个字眼语言的一个考试的时间，那开始把个学法慢慢的念过了。但是问题这时间嘛冇教材啊，好，你很容易去念过了，然后一开始重新学习的呀。今日同人哋上课嘅几道嘅，比如讲李胜发校长啊。刘世才校长，今日同人哋上课呢。不过，因为同人哋上，因为嘛唔知个考嘛个东西，他喺因哋都拿古诗，还有客家谚语、史书法来帮人哋读。我哋第一摆看到，唔知乜讲都大量嘅健忘，有听过太人啥讲，唔知係乜嘅意思。嗰度客家谚语都會人聽太人啥講，睇只是其中嘅意思唔知。啊，透過也就先生同人哋上課以後，人哋能知。對這邊都開始，然後又再嚟設計人哋咧客家文化，啊，再慢慢嚟，即個可能現在都學校有上課有教材嘅時間，啊，第二嗰度嘅但是，人哋再慢慢嚟，再即個再加強，再複習安尼。迄輪即個啊，第講即個嘛，就喺學校做先生嘛，嗬。佢總嘅做先生嘅方，你即個很用嘅心情去推廣啊，客家話嘅教育啊。嗰當然講做嘛好客話。英文人係最重要嘅。英文要考啊，客家冇考做麼？嘿。嗰時候咧，我同學生係講學客話其實很有辦法嚟做事，因為看唔到。先生都先跳下來做不一能，咁就講我依做配音員，我會同學生係講，你做8年的配音員，你頂多跑龍套而已，你除非講你的國語講得字正腔圓，聲音非常優美，你敢拿會起？不過客家話都冇嘅哦，客家話係有辦法嚇，叫你講客話講一個章。你就有幾筆哦？唔對嘛？迄個而家客話字正腔圓啊！睇你點解學校就要睇送客家話？我認真好錯，嗰種係會搶學生一個，你只是想來啊，先生帶你批，不一定先去教，啊，真是看到有嘅前途的世界啊，前途的世界，因為那位底下講，學客話其實嘛有錢好賺。也係啲國色彩嘅一種講法啦，嗬。唔係講我哋喺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啦，有時就生嘅對人嘅東西，因為講，伊唔會感覺到伊即個有安尼嘅責任，好，啲責任係太人裡面嘅責任，生嘅又會感覺到冇嘛，都感覺到啊，又要考法語，又要學嘅另外一啲東西，但是有啲講。下一步可能會有一條路，留這個一條路，下一步可以行。好，所以譬如講，你下一步對廣播電視有興趣嘅話，唔單止可以學方言呀，好，嘛可以學客家話呀。啊，同時講人家做廣播人才，對好多好一啲語言，可下一步可以行嘅路越來越多啊。冇唔錯啦，我哋印度學生嘅講，睇自家冇一個經驗嘅時間，我哋都能大棒這樣對嘛？因為冇感覺啦，睇第一年實際去做嘅時間。也有底下講，我先生咩好小嘅哦。從這個本來都有配音員嘅一啲我哋講訓練嘛，從事真是從事過配音員嘛嗬。從這個嚟帶我哋講客家文客話嘅一個教育時間，唔會教一定用冇同樣嘅角色嘅心情去講同樣嘅話嘛。所以你等於講幫我哋戲劇嘅方法去帶人去講客話。喂，其實聽學校嘅嗬，我哋有啲學校嘅申請嘅行業審辦學校，每一年會有打嘴鼓比賽啊，也有講戲劇比賽，嗬，我哋會帶新人咧，用客家話，啊用冇同樣嘅聲音，但係新人咧較困難嘅一點都會講，因為嘅情緒變化冇辦法做到安好啦，咁從幾種可以訓練冇？呢種情緒變化嘅訓練。哦，有時間真係一個天分呢，因為我哋講我哋識到安樂嘅啦，嘛個人生百態冇度過，嗰種佢係一個成敗嘅經驗嗬，嗰種講人沒有失戀過也是很可憐的一件事情，是嗎？失戀都點啊？什麼叫做愛？錯，都叫唔出來啊，錯嘛？所以嗰種我哋某一同學生去講。
蛮多诶，你都底下个通对嘛，你都底下讲那种感受，对啊，也是讲同学上去讲，都去想一下讲，比如讲哎，学生在演技。蛮多诶，哎呦，我讲那有你，哎呦呀，东西，一定会痛那种嘛。感情的哎呦，就是会一帮一般，就是呢，安尼就是一帮一般，你都给种。给唔哎呦而已。走，所以你不能，应该讲，嗰种人都认为讲，譬如个简单，看思念都好诶。其實唔係咁簡單，係嘅感情真係要訓練咯。所以聽我哋節目最尾嘅時間，唔要乜嘅法對我哋講，想我哋相愛去喊一擺，後又相愛做屁人咧，我哋咧後生人，要乜嘅法題嚟講？最主要嚇，客家話先練嗬。最重要係最基本。最重要嘅，樣好似客家話，其實先學會客家音標。因為我哋今日在講，我哋嘛係用客家音標來經營嘛。睇你呢，在嚟度屯錄下，睇你啥講客話，因為嗰條語法都唔簡係嘅。我哋按認真嚟都係我哋嘅語法，我嘛係多篇人一個工作，我能第一講我哋客家，最終我哋南部嘅語法係用嚟講嘅。我說年年就會多練習嘛，多講客。就會進步，多講下落個進步啦。錯，唔好講人家少。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我哋每擺看嘅戲劇後背講客話嘅種人，你講佢安裝後，又不聽到啲乜辣嘅話，其實係冇簡單啦。而後背真係愛把所有嘅心思、聽到嘅角色變化，安尼，我感覺到講，哦，啲戲劇看落嚟幾好看。安尼今日我感謝子玲來到現場，同我分享安導演嘅屁影意識。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